好啦，2020年 Paper 2嘅第10條啦，咁而家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呢個比例尺嘅。咁其實我哋如果有一個比例尺嘅時候，你會見到喺地圖上咁長嘅長度，可能真係代表緊50 cm 嘅咯喎。咁如果係面積嚟睇嘅時候呢，其實你嘅長同你嘅闊都係1厘米啊嘛，喺個地圖上。但係實際上我哋個面積就已經變咗做50 cm 乘翻50 cm，就已經變咗做2500 cm 嘅二次咯喎。所以即係代表，如果係面積比例嘅時候，就係1 cm 二次比2500 cm 二次咯喎。但係如果就係想揾個比例尺嘅時候呢，就要將成個數字再開根啦，得唔得？咁好多同學仔就係坐呢個位，所以就揀咗 D 啦。唔緊要，咁我哋繼續睇下點做啦。咁喺實際嘅面積呢，就係0.75 km 嘅二次，而喺地圖上嘅面積呢，就係300 cm 嘅二次。首先留意翻個單位已經唔同咯喎。咁可以寫一寫啦。我哋嘅300 cm 嘅二次就會等於0.75 km 嘅二次咯喎。咁再諗一諗啦，其實1 km 就會等於10嘅3次方米啊嘛。10嘅3次方即係1後邊有3個零，就係1000米。1 km 就等於1000米，都好 make sense 啊。但係1米呢就會等於100米啊嘛。1米就會等於100厘米，sorry。咁所以就係等於10嘅3次方再乘翻100個 cm 啦。咁其實100就可以寫做10嘅3次方乘翻10嘅2次方。總之呢個數字後邊有幾多個零又未去到個小數點嘅時候呢，就會去到個次方係幾多啦。咁而家同底相乘，指數就可以加埋一齊啦。所以1 km 就會等於10嘅5次方 cm 咯喎。但係我今次想要係 km 嘅二次啊嘛。咁1 km 嘅二次其實就等於1 km 乘翻1 km 啊嘛。咁1 km 都叫10嘅5次方 cm 啦，咁所以再將佢代落去啦。咁而家又係啦喎，同底相乘，指數就相加，所以就等於10嘅10次方 cm 嘅二次啦。點解係變咗做二次啊？因為 cm 乘 cm 係變咗做 cm 嘅二次咯。咁而家就可以將呢個 km 嘅二次轉咗做10嘅10次方啦。咁所以就有300 cm 嘅二次就會等於0.75乘翻10嘅10次方個 cm 嘅二次啦。咁樣見兩邊都有單位嘅時候，其實已經可以約咗佢唔理佢啦。咁而家唔想要300，就成條式再除翻100啦。咁所以就係1 cm 嘅二次就等於0.75再乘翻10嘅10次方除翻300個 cm 二次。咁所以1 cm 嘅二次呢，撳翻機啦，0.75乘10嘅10次方再除翻300，咁就會得到25後邊有6個零，就係2500000啦。但係答案其實唔係呢個 D 嚟噶嘛？點解啊？因為我啱啱講咗呢個係面積之間嘅比例。如果你想要比例尺嘅時候呢，要將點樣啊？要將成條式開根。咁成條式開根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得到嘅就叫做1 cm，就會比呢個25後邊6個零再開根嘅話呢，就會等於5000啦。咁所以嘅答案呢，其實就會係 B 啦，1:5000。